經常來回珠海、澳門上班的街坊，千萬不要錯過拱北謝套稀缺新房觀辰246，只需要準備30萬首期，就能拿下這套65平方實用兩房，低成本擁有關口專屬居所，通勤條件非常貼合港澳上班族日常作息。小區樓下就是涼粉橋巴士站，搭乘2站公交直達拱北關閘，步行短途可達青茂口岸與珠海城軌站，不用每日早起趕路，下班過關返程十分便捷，輕鬆享受珠澳1小時雙城生活。開發商為深耕澳門多年的央企中建澳門，澳門眾多地標建築均由它承建，建造品質穩妥可靠。小區配備行業頭部中海物業，長期服務大量港澳高端住戶，24小時管家安保在崗，就算平日多數時間留在澳門工作，房屋日常託管也完全放心。整個社區居住圈層安靜純粹，配備酒店式豪華入戶大堂、6大主題園林、觀景天台以及精裝地下車庫。全屋標配歐瑞博智能家居，搭配10重智能安防系統，居家安全與私密感十足。現在我們走進65平創意樣板間實地體驗，戶型使用率高達95%，公攤極少，室內幾乎沒有空間浪費。玄關預留嵌入式冰箱位置，側邊可以定製整排頂天收納櫃，非常適合港澳朋友存放往返兩地的行李與生活用品。客廳擁有3.8米舒適開間，客餐廳一體化佈局，日常居家待客寬鬆自在。全屋採用稀缺東南黃金朝向，採光均勻通透，空氣對流順暢，輕鬆度過珠海潮濕的梅雨季節。2間臥室佈局動靜分明，主臥配備觀景飄窗，日常休憩安靜愜意。次臥靈活度很高，可以改造成書房、遠程辦公間或是臨時客房。單身自住、情侶定居都特別合適。樓盤坐落迎賓南路核心位置，大型商圈公立學校、3甲醫院環繞，日常生活配套應有盡有。看完樣板間的整體格局，接下來重點講解落地的精裝修樓標準。交房實際品質和樣板間規格高度統一，不會出現交付落差。全屋上百項精工細節全部寫入交付合同。廚房標配整套品牌廚電3件套，優化後的 U 型操作台搭配採光大窗，通風使用感受和樣板間完全一致。全屋牆面搭配高端飾面板，地面通鋪防潮耐磨地磚，適配珠海濕潤氣候，後期日常打理簡單省心。衛生間統一做好乾濕分離，大理石上牆工藝落地，一線圍玉品牌以及加厚五金全部配齊，耐用不容易損耗。8合一智能門鎖，全屋語音智能系統全部包含在交付範圍內，收房之後無需自費改造升級。開發商提供多款裝修選配方案，可以按照個人生活習慣自由調整裝修細節。整體來說，交房不用額外大額裝修投入，添置家私家電即可直接拎包入住。不管是港澳日常通勤自住，或是入手關口物業長期收租，這套低門檻65平精裝兩房，都是當下拱北70年住宅當中性價比絕佳的選擇。想要完整戶型圖以及精裝交付清單，可以評論區留言，我馬上發送全套資料，隨時預約線下實地看房。